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咱这回要来参大家讨论的是安怎安排你的考试进度。一般的朋友啊，你若是要准备国家考试啊，可能头大先啊，就去报名补习班，也是将这个册拢买来，啊，就想讲啊，阮咧就开始来读就好啊。但是呢，你若是无先想好清楚，你为虾米要读啊？你读这到底是有虾米款的目标？安尼会使讲，你拢是咧做无效的学习，所以咧，你毋通啊，无目的的就开始来去读册。伫遮呢，有人讲无啊，我是有去网络顶悬看别人安怎准备的，看其他已经考调的人，因当初是安怎读的，啊，我就对因读。但是每一个人的状况是无共款的，所以别人安尼读，无代表你用共款的方式，你嘛会使有共款的表现哦。所以大家爱有一个意识，也就是讲啊，你爱先去设定你家己的目标。好，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状况，你有无共款的时间，无共款对这个学科的了解啊，甲无共款的读书的这个惯势哦，所以你应该先了解家己的状况啊，伫遮呢去分析考试要安怎来去准备啊，你才将这两个物件呢做伙来去思考了后，规划你家己的读册进度。讲是真简单啊，但是实际上要安怎来去安排你的读册进度呢？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看讲你的目标是要考对一场的考试啊，就像讲你若是要考明年的考试啊，今年到明年你要考试迄个时间点，还有偌侪个月的时间，你会使来去准备啊。伫遮呢，除了这个几个月的问题以外，你还阁去算讲你每一工啊，每一个礼拜。大概啊，有偌侪时间会使来去应用，就像讲有人是当咧读大学啊，你是哪读册，哪准备国家考试；有的人是已经毕业啊未找头路啊，就是规工拢会使读；有人是已经啊咧食头路啊，所以干那剩下班的时间啊来去读册，所以你要先了解为你即马看到即个影片开始到你要去考的迄场考试，还有偌久？啊，伫遮呢，你每一工啊是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啊有偌侪时间，因为时间就是你的资源啊，无共款的人有无共款的时间资源，所以你咧准备你的考试的进度的时阵，你要先去算讲我有偌侪资源，时间的资源会使来去互我应用，我才针对着我所会使使用的时间来去做。较合适的安排，安尼才是较对的。像讲别人拢买，可能拢买奔驰的车嘛，啊，你嘛想要买一台车，问题是你无遐尼侪钱嘛，啊，钱嘛是一款的资源嘛，所以你可能就干那会来买这个Toyota的车嘛，所以时间嘛是共款。啊，你有真侪时间，有真侪时间的做法，你简单一工可能剩1点钟、2点钟会使读，嘛有时间少少啊。准备的方式，所以呢，头大先不管你要用什么款的方式咧，迄是后面再来去思考的。头大先你要先算讲你到底有偌侪时间哦，因为时间就是准备考试啊上重要的一个资源之一。比你准备什么册啊，迄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头大先你要先了解你有偌侪时间，有人啊就去看别人已经考掉迄寡同学好朋友啊，因安怎读。啊，问题是可能人时间较多啊，伊用迄款的读法，啊，你时间无遐尼多，你用共款读法，安尼是无办法的咯。好，啊，过来你算你有偌侪时间了后咧，要怎来去分配你的时间呢？咱踮遮参大家分享啊，有3个大的准备考试的阶段啊，你会使来去将这3个阶段分配啊，去你所会使使用的时间内面，第一阶段就是你咧准备考试的时阵上重要，就是你爱知影讲你要考的迄个学科内面有啥物款的知识，你应该爱去了解。好，所以第一阶段就是你册买啦，若是你补习班甲报名开始咧上课了后，你要先对你要考的迄个学科，伊到底这个学科咧教啥？就像咱的行政学，咱的行政学你若是有基本的熟悉，你就知影讲行政学就是政府咧办代志啊，包括着行政学为时间的角度，会使来去看讲无共款时间的迄个时期的学者咧讨论啥啊，佫会使为主导的方式去了解着讲，包括政府要安怎来去管伊的人，要来去管伊的钱，甲伊的这个进度，甲伊的组织。
所以你就会使来去知影讲啊，这个行政学大概啊，就是即几个大的单元啊，每一个大的单元内面，佫有较细概念，就像讲咱讲啊，这个公共管理啊，这个大的单元内面，佫包括着无共款的管理的技术啊，像讲这个这个危机的管理啊，啊是这个策略的管理啊等等啊，每一个管理下面佫有较细、较幼的即寡的观念，所以你就为大的面向啊，愈来愈深入来去了解这个学科每一个单元、每一个概念，这就是你第一阶段要做的。啊，要安怎做？就是一开始啦，莫讲哦，一开始就讲啊，所有物件拢要甲伊记条条，迄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你一开始咧读的时阵，头台先就要去掠伊的大单元、大模样，大概呢，生做啥物款？啊，你随着你愈读愈做解了后，你就会使愈深入去了解到讲即个学科较幼的迄款物件。啊，你对即个学科有基本的熟悉了后，你就会使来去进入到第二阶段，也就是去掌握啊，即个出题的模式。要安怎做咧？就是咱进前有一支影片来分享，讲要安怎来去使用考古题啊，你就参考迄支影片，也就是透过考古题的分析，你会使知影讲三项代志。第一个就是过去的考题内面对一个概念较正咧考。对一个单元出题的数量较多，啊，过来，迄个概念咧出的时阵，迄题目都安怎咧问的？哦，这三项代志你会使了解，这就是第二阶段你爱知影的代志，因为你是要去准备考试嘛，毋是要写论文嘛，所以你爱知影讲，你考试要安怎考，我就安怎来去准备。好，啊，所以咧第二阶段就是你甲题目提出来，你有办法去判断讲，这个题目伊是咧考对一个考点，啊，这个考点是对一个单元的。你若是佫无法度去分别，迄就表示讲你第一阶段无准备好。你若是第一阶段准备好啊，你至少题目提出来，你会使去判断讲，这个题目伊是咧考啥物款的考点，伫对一个单元用啥物款的考法。好啊，第二阶段你分析啊，这个考古题了，最后的第三阶段就是考试进前最后的时期啊，你爱准备下咧，你就转去你的课本看两项物件。第一个就是你做考古题的时阵，你写毋对的迄个概念，搁转去你的课本，还是你的资料内面，搁甲加看几解，因为迄是你写毋对，甲伊的你所想无的所在，甲想好有，甲看好有。啊，第二个要看的就是讲，你搁倒转去你的课本的时阵，先看迄较正咧考的，定定咧考的，先看迄个单元，毋是讲各位课本的第一页开始读，这是毋对的。你第三阶段就是讲，你经过第二阶段的统计，你知影讲，对一个单元出题数量较多，你最后的时间啊，你就先读迄个单元，啊，搁甲伊加读几解，安尼。过来你咧读的时阵嘛，毋是对即个头啊看到尾，迄嘛是毋对的。你哪读，你爱去想讲，即个单元我看到伊的标题，我敢有法度。未读正经，我读甲就已经想有即个标题写讲组织管理啊，做一个领导者我就知影讲即个单元差不多咧讲啥，你爱家己去想。啊，若是你想到一个程度就想无迄就表示讲自迄个程度，搁深入的物件你就毋知啊。等下你咧实际上甲册掀开咧看的时阵，就看迄个所在就好啊。过来就是你哪看哪会知影讲，我看到即个概念，你爱问讲。问家己讲，这个概念过去敢有考过？有题目多也是少咧？伊拢安怎出的？你爱问家己即个问题。你讲我哪有法度做会到咧？就是因为你有第一阶段甲第二阶段的训练，所以你伫第三阶段应该爱有法度回答即个问题才对。你若是到第三阶段，搁咧看课本的资料的时阵，无法度回答我拄则所问的。你看到一个概念，你敢知影讲？这过去敢有考过？题目多还是少咧？伊拢安怎出的呢？你若是会使知影，迄就表示讲你第一甲第二阶段做了咧，真好。若是毋知影咧，就表示讲你可能第二阶段还是第一阶段迄基础无拍好，就是安尼咯。好，所以这就是三个阶段一般来讲最后的第三阶段啦，差不多就是2礼拜到1个月的时间。第二阶段做考古题，差不多就是2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第二甲第三阶段差不多就占3个月。
啊，若是较长的，就是3个月半的这个时间，所以你就会使配合咱顶一面所甲大家报告的，你要先去统计你有偌侪时间通好用，扣掉最后面迄3个月的时间，剩呢就是你咧会使来去使用，来去伫第一阶段来去准备你的学科的知识的这个时间呢的长度。好，这就是准备考试的3个阶段，甲要怎来去将这3个阶段分配去你会使使用的时间。所以你咧准备读册进度毋是讲有读就好你要知影讲你为虾米要读你要读是要读啥物件，你要有真清楚的目标，你要知影讲考试要怎来去考调。第二就是你要算讲你有偌侪时间最后才是你来去安排你的进度。安尼你伫考试的时阵才会使实际上将你的每一分每一个这个时间拢甲伊用伫有法度帮助你摕到分数的所在袂去浪费时间就是安尼。好，以上就是这回要来参大家报告的，要安怎来去安排你的考试的进度。若是有其他想要了解，会使伫下面留言若是有看到。后壁就会使来做其他的影片，参大家继续来分享哦。这回就到这，感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